虔诚的听众熬早，现在是前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六祖大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已经解说到正文第33页，已经解说到正文第33页，上解头一节，上解头一节，就是解说到义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债，解说到迄个所在。即嘛就是要来说来解释下面，下面就是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负我大圣真忏悔，拄下行正即无罪。即嘛呢，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这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为大众所开示的无上常。在这个无上常这前面呢，讲未人啊，只有修福，也不修道。而且呢，因就讲修福啊，就是修道。就是讲，将这个修福甲修道呢，甲伊揽做一伙。布施供养福，虽然是讲非常的济，但是啊，心中的三恶是原来所做，也要将迄个修福来甲伊灭罪啊。后世虽然是讲得福，毋过，迄个罪呢，还搁在存在。意思就是讲，单单修福，想要来灭罪啊，这是不可能之事。而且呢，修福是修福，修福啊，毋是修道。所以，慧能大师就搁再讲，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讲呢，爱向心中啊来去除罪缘。为什么叫做讲做向心中去除罪缘呢？就是讲爱向咱自己的心，将迄个造罪缘啊，来甲伊除掉。也造罪缘到底是啥物呢？造罪动机啊，应该就是属于心。所以在这个所在所讲的造罪缘，应该啊，这个缘就是一种的条件，就是讲将迄个心中造罪的条件呢，甲伊除掉，安尼叫做向心中啊来除迄个罪缘。咱心中的造罪缘啊，就是属于贪嗔痴烦恼。所以咱忏悔记就来讲往昔所作之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讲咱将过去以来所做的种种的罪业，这呢，拢都是由于啊无始劫以前的这贪嗔痴的烦恼。所以这个贪嗔痴就是啊造罪的一个主要的条件。也可以讲就是造罪原动力，也必须呢向心中啊，将这个造罪原动力来给去掉。
安尼叫做但向心中度罪言。讲国自性中真忏悔，讲国呢，爱在咱自己的真性中啊，实实在在来去忏悔。假如若是心中无罪言，可以讲心呢，就是清净。这个心的清净，这呢，正是实实在在的忏悔。假如讲咱只是在外表讲我做唔对啦，我要来向父求忏悔啦，就点拜啦，或者是讲上经。毋过你心中的贪嗔痴烦恼，甲就讲无甲伊消掉，也若安尼呢，互你安怎拜，结果啦，我那也是共款，我那也是无法度呢，将你的罪孽来甲伊消除。所以必须心中的罪言去掉，也各呢，在自己的心性中来去实在来去忏悔。迄边讲愤怒大性真忏悔，这个愤怒大性，伫遮所讲的大性，就是属于一佛性，也名叫做讲做一性，就是讲会当互来了悟咱众生有性，也咱依着佛所行来去行，依着佛所做来去做，也若安尼呢，当然就无这个罪。所以才讲做愤怒大性真忏悔。这个愤怒大性真忏悔呢，就是讲你若是忽然间会当互来了悟大乘法，安尼呢，就是真正的忏悔。这个大乘我拄则讲了，就是属于一佛性。这个一佛性呢，也可以来解说讲，就是一性实相的真理。忽然间会当来了悟到一性实相的真理因为你有悟啦。在悟迄个所在，就是讲见性。这个本性，这是一种的空无一物的物件。在本性中，也无烦恼，也无罪孽。你会当互来了悟到本来无一物、清净无烦恼、无罪孽的本性，迄呢，就是真正的忏悔。就是讲在了悟真性迄个所在。这就是一种实在忏悔。讲除邪行净则无罪啦。讲你来当将迄个邪来甲除掉，你所行的拢都是正的，也若安尼呢就无罪。这个邪主要就是邪念。为什么他去做唔对呢？就是心中有邪念。可能讲心中若无邪念嘛，当然就要去做唔对。所以心中之邪若甲除掉，行就会正。在行正迄个所在呢，就无迄个罪。在顿悟入道也文论下边话来讲，有人安尼问啦，讲一心修道，过去业障是毋是当来消灭？那这就是学人所问的咯。也思愿不见圣人未得消灭，若见圣人如日照雪霜。这就是讲，有人来问一个师傅，那这位师傅就该讲啦，讲若是无见性的人过去的业障要当互来消灭。假若若是一个见性的人，就参像这个太阳来去照迄个酸色共款，酸甲色，这是一种寒冷的物件；太阳的光，这是一种烧的物件。所以这个烧的物件来去照着迄个热的物件，安尼迄个
冷的物件呢，会照到家己就痒起啦。所以呢，太阳这个出，酸甲热量拢做一嘛大去。这呢，就是伫咧说明讲，见性的人就会当好将业障来甲消除。有这个见性的人呢，就敢若亲像讲，即迄个草啊，亲像须弥山较悬，只要呢用一丝仔囝的火甲点落，遐迄个业障像迄草，智慧呢，敢若像迄个火。你看，无论是偌尼只济的草，只要一支番仔火甲吸落去，一支番仔甲点落，过一大关呢，烧甲空。所以呢，见性的人啊，就亲像迄个番仔火共款啦。也见性的人的业障，就敢若像迄个草，无论草偌济，一支番仔火就去了。就是讲见性的人呢，业障会消除。这就是在说明讲，若是愤悟了大乘，就是真忏悔；也拄下行正呢，就是无罪。一边讲学道相依自性观，即以诸佛同一类啊。讲即个学道呢，常常啊，爱在自性迄个所在来观察。也拿呢，就是甲诸佛同一类，甲一切诸佛呢，拢属于共一类。即个学道，爱观即个自性。那即个观自性，就是讲对咱自己的心性，爱去甲观察。这就是咱心爱向内去回光返照，袂使向外面去分辨。自性是在内啦，毋是在外。所以咱学道的人，咱必须了解讲，学道者乃是在回光返照，照料自性。学道呢，毋是向外面去求道，道应该是向内底去求。学道若是常常对自性，会当来起伫观察，安尼就甲诸佛是同一类。在应该大师正道过来伫我来讲，行三诸佛体解动。这个行三诸佛体解动呢，就是讲完明的法性，咱甲一切诸佛拢是同一体。咱若是当来观自性，这个自性本来就是众生甲佛道一体。所以咱会当来观自性，会当来启悟自性迄个所在，咱呢就是甲诸佛共款，有得到迄个本体。所以就是甲诸佛同一类。在六祖大师的《金刚经》考决有安尼讲啦，讲过去咱世尊因为大慈悲心，怜悯一切众生，迷错颠倒，流浪生死。又搁再看到一切众生本来有迄个快乐自在性，拢会当后来修行正果成佛。为着要使一切众生拢会当后来成为圣贤，又搁再呢，希望使咱一切众生会当后来赶紧了脱生死，会当来成佛。所以就来讲真正这法文因为咱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不同所以佛所讲的道理也不同。虽然是讲所讲的道理不同，但是最重要是啥物呢？就是希望咱众生个个会当来了悟自己的本性。
假如讲来当自己来了悟自己的本性呢，当然啦，咱就是甲佛坐顶，就是讲甲佛共款。这就是遮所讲的学道上义自性观，即个诸佛同一类的道理。下面讲五祖为他传此顿法，普愿普愿见性同一体。五祖这就是个指禅宗的祖师。当然，禅宗的祖师若是对近讲起来，就是个指方剑大师；若是对远讲起来，当然呢，就是对达摩祖师开始。这是咱中国的祖师咯。中国祖师、达摩祖师是第一代祖，第二就是慧可，一直传到第五代是弘忍。若是搁再甲推较远起来讲，那就变成讲将释迦佛所传来代代在祖师。但在这个所在，主要就是在指达摩祖师文学，那即只所讲为传此顿法，就是讲将达摩祖师以来，或者代代祖师所传的呢，就是见性顿教的法门，所以才讲做五祖为传此顿法，讲普愿见性同一体。这个普愿见性同一体，就是讲普遍愿望见性同一体，也就是讲愿望所有的在学道的人，拢会当见性，拢会当互来同一体。心甲佛甲众生，心佛众生本来是无差别。因为咱众生的心未，所以众生未当甲佛同一体。现在时有这个祖祖相传的顿教法门，加上来当互来见性，安尼呢，就是时时刻刻在觉而无昧。也佛本来呢，就是觉悟的啦。咱众生若是会当觉悟，也那呢，咱众生呢就变成甲佛同一体了。所以在这个所在就是讲众生甲佛本来就是同一体，因为咱众生迷所以咱众生甲佛呢才分开。咱呢若是会当回来了悟见性顿教的法门，会当互时时刻刻回光返照，会当见性。安尼咱当然就时时刻刻就是无迷，时时刻刻咧就是有这个清这个理智在迄个觉悟中。佛就是得到觉体咯。咱众生若是往来当得到觉体，安尼众生当然甲佛就共一体意思。下面讲欲欲当来灭法身立自法上心中现。我讲假如你若是当来欲当来灭法身，若是讲希望以后会当互来找到这个法身。法身就是佛的真身，这就是指佛的本性所讲。就是讲，你若是想要讲以后会当互来找到佛的法身，找到佛的本性，这个法身就是以法为身，也就是讲真理就是伊的身啦。这毋是属于四大五蕴假合的外表的这个假象，乃是内里的真理。若是希望要来得到这个真理呢，就要来立自法上心中现。那这个立自法上，这个法上呢，就是讲诸法的差别相。咱世间一切法，若是用伊的体性讲起来呢，这是只有一个，但是呢，外表的相状各个是不同。
各个差别的相在外面会当看的，这呢就名叫做法相。这个法相就是差别相。离诸法相就是讲远离了外在的这个差别相，心中现这个现就是现意思，就是讲在这个心中啊，把所有的这个分别执着、这个烦恼呢，拢给消清去。在消清去这个所在呢，就会当互来远离掉外表的法相。这个相甲性，咱摕一个譬如起来说明。像讲在银楼迄个所在，卖金啊，卖这个金仔的装饰品，或者店的所在，凡是摆在伊的见本图遐呢，就是金鱼钩啦、金手指、金破链，金仔所做物件真正济。也共一款金手指来讲，也有各种不同的形体。那这个各种不同的形体在外表看得到，这条名叫做相。啊，这个性是啥物呢？这个性就是讲伊的性质，伊的本质。金鱼钩是啥物啊？当然是金仔。金手指伊的本质是啥？金仔。乃至金破链，无论倒一样，拢就是金仔。同款就是金仔，伊的本质是金仔的物件。那这个金仔的本质，这就是伊的体性，伊的体质啦。凡是咱若要来找到咱的发生真理。就是讲要来找到咱的本性，那必须呢爱离开迄个法相，在这个心中内底所有的这个梦想烦恼拢该洗除，将这个梦想烦恼洗除这个所在，就会当好显现咱心中的这个法性真理。下面讲努力自见莫悠悠啊，休念佛绝一切休。讲必须爱努力自见，这个努力自见就是讲必须认真，自己呢，来去见自己的法性，莫悠悠。这个悠悠的意思就是讲真正悠闲自在。所以这个莫悠悠就是讲，唔通安尼悠闲自在，唔通叫安尼悠哉悠哉。这正正就是讲，咱啊，为着要来回光返照，要来找咱自己的发生真理啊，是要真要紧，要认真去较找。唔通讲安尼悠哉悠哉。为什么唔通悠哉悠哉呢？因为人命无常，实在好求间。也一旦开若转去了呢，来生是毋是也会当搁再信佛学佛？这咱根本无都该保证。伫这所在，六祖慧能大师啊，就是教咱讲，要来学佛修行，必须呢爱紧，必须呢爱谨慎，爱精进。毋通讲安尼结果呢悠哉悠哉。毋通咧看看来，所以咱在六道万行内底啊，就是讲爱来精进。而且这个精进呢，必须爱叫做勇猛精进。就是讲非常勇敢向前去进步。在佛经内底，无倒一个所在叫咱讲你修行慢慢来都可以，并无咁个讲法。一世界所有这个经典，拢教咱讲，若要修行呢，都爱非常的勇功精进。必须勇功精进，才会当好，真赶紧来了脱生死，来成就佛道。所以在这个所在，才讲做努力自见莫悠悠。最近先听讲，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
做段经。